我觉得这个机台非常的方便，因为就是平常家里如果回收的话，回收车不是每天有，所以当你集到一个数量的时候，又可以过来投，然后同时又有折价券可以领，我觉得非常的方便。感觉这个用心真良苦，因为伊这耗资足济吼，足大笔的金额去做，用心足良苦的，伊转去回收物就搁再做，就搁足济过程。这个拢是人员用心的所在，甲因用心对环保的一种概念，去推广。这么良好的政策，也是大家都应该要共襄盛举的。台南市的智慧回收岛从106年开始启用以来，受到各界的好评也很多人的广泛使用。那一年大概可以回收到100万个。那全新升级的重点包括，我们这是可以从以前的8小时的服务，现在变成24小时的服务。那民众随时有需要都可以来使用我们这个资源回收岛。另外呢，它也加大了后端的这个储存装置最多可以回收到这个保特瓶有4万只的容量。另外还有这个玻璃的回收是全南部第一座的这个玻璃的自动回收机那欢迎市民踊跃来使用。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资源永续一向是我们推动环保理念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那非常感谢我们民间企业有这样子的一个用心，能够把这个宝贵的用地然后跟我们资源回收业者合作。我记得在我背后的这个资源回收机器，在当年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从罗马尼亚来的所以是台商在罗马尼亚推动资源回收相当卓然有成以后，把这个经验带回来台南，而这经过几年下来，已经让很多台南的市民朋友们非常的接受这样的模式，把家中的资源或是铝罐投入这边的这个资源回收机器，然后换取那个折价券 coupon， 那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量贩业者能够在这边能够使用。那我真的非常感谢我们企业的这个社会责任以及他们对于环境友善的一个精神。那接下来我相信这个资源回收岛不仅是以前的一个扩大，我相信要把这个经验继续扩大到其他的地方。我们台南市政府也将盘点其他可能的空间，把这个资源回收的概念越推越广，越来越好。你好，是今日欢迎收看7月17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三公林康馆一定是乌索索，但市政府为了将观光景点甲文化历史串联，嘛将林康馆彩画上午伫沙头宫水利局公布3款新的特色图案，要民众加入行动来发掘咱特色的林康馆，并了解在地故事。来到台南的行路散步，透过林康馆，麦当了解在地故事甲人文历史。所以水利局用下文化美学，委托民间创意公司，持续将林康馆彩画图案，包括沙头宫、宝西宫甲野石头3种无同的特色，相当吸引人。市长委托伫这民代贵宾陪同，嘛到场来关心，请大家低头滑手机的同时，嘛来欣赏一下林康馆伫台南历史街区的特色，以及污水下水道建设的重要性。我们很希望说，借着这个污水下水道人孔盖的一个重塑，能够让民众也好，让观光客也好，让地方的市民朋友们也好，都能够记起过去的历史，缅怀过去的这个那段文化，以及能够成为这个文化活动的推手。水利局宣传这场特色的污水林康馆，嘛是新任局长邱中川就任的头一天。伊强调，目前台南污水加工率有27.3%，将持续来努力。加上将污水厂配合再生水的开发，要将水资源再生活化。所以，台南市目前正在积极的赶办这个再生水。
那再生水目前的供水量是将近4.7万吨，4.7万吨的一个供水量啊，这样子可以供应南科地区的一个厂商来使用这个再生水，也节省了我们的自来水的一个使用量。目前特色的林肯瓜计划对109年开始到今，已经有9种无同的造型，欢迎民众伫巷弄散步，做回来找地面上的小惊喜。台南新闻军及采访报道。河尾路全长大约5.4公里，其中往西延伸到安平的工程，正是疏解安平交通的重要关键。目前该工程就要完工，其中有一天嘛特别展览会刊。特别的是，该工程为了考虑路线清线安全，嘛兼顾生态保育的做法相当大心。为疏解安平旧城区因为观光林调所带来交通塞车，这条河尾路5段由中央核定补助3.5亿的延伸工程，目前进度已经到成里，将要完工。其中为条伫安平区、北区、中西区等侪议员陪同，嘛前来会刊关心，针对道路过弯设计平稳安全表示肯定，希望将安平的交通困境一一解决。河尾路延伸到底到安平，其实安平的路必须也要打通，所以我们很期待那个安平跨港大桥的这个早日施作完工。那相关的配套这样做，才不会打开一个节点又碰到另外一个节点，打开一个环节又碰到另一个环节。所以一定要这个道路的开辟，一定要整体的规划有配套。那但是我们第一步还是先让河尾路先开通。因为7月拄好是路线迁徙到海边啊西两个季节，所以工程嘛采纳专家的建议，建设路线通行的分隔岛加告示牌等相关设施，来兼顾生态保育。在做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说这边会有一个路线的通过，所以说我们就考虑到说用廊道的方式，然后让他们能够很安全的从一岸到另外一岸。所以说我们在整个这条道路里设一个生态环境的廊道，让这些路线能够通过。河尾路全长5.4公里，对78年到今分10几期的计划开辟，已经到25亿。这条往西到安平最后一里路嘛将拍通，和地方拢相当期待。台南新闻军及采访报道。为了怀念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台南盛大举办纪念影像展览。在开幕典礼上，市长王美婷甲日本山口县的访问团拢出席。同时，同一天，台南市甲山口县嘛共同签署交流协定，深化双方的友谊。安倍晋三纪念影像展览伫台南展场，台日各界代表拢出席开幕活动，共同缅怀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我相信安倍副首相已经离开我们1年了，但他所留下的精神以及他所带来的日本跟台湾的友谊，一定是能够源远流长的绵延下去，而且继续深化包括民间以及整体的各项的一个友谊的发展。展场展出一位日本产经新闻摄影记者所翕的上有代表性的100万张经典作品。另外，作为咱台湾唯一举办的城市，知名画家姚旭东特别创作一幅前总统李登辉甲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天堂饮酒的作品。この写真展通じましてですね、台湾との友好関係をしっかりとやっていこう、そういった思いを持ちながらですね、日々大変なご努力をさせてこられた安倍元総理の足跡をですね、皆さんにたどり感じてもらえればと思いますし、またこの写真展を通じましてですね、我々山口県、そして台湾、日本と台湾とのですね、絆というのがいかに重要であるか、そしてこれをさらに大きく発展をさせ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が、まさに安倍元総理のご意思そのものであると、私は大変強く確信を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为着更深化台湾甲日本的交流，在前防卫大臣岸信夫的牵线之下，台南市甲山口县也正式缔约，当中将针对观光、物产经济等方面进行交流，互两市更加密切。同时为台日外交立下新的里程碑。台南新闻综合报道。
日本山口县的访问团到台南访问，除了签署两市交流协定，16号伫林百会嘛举办山口县观光物产的推广活动。该活动由副市长叶哲山代表市长向冈村知事来致意，整个活动嘛引起民众热烈的回响。拄到台南地级的日本山口县，16号特别选伫林百会举办观光物产的推广活动。台南市副市长叶铁山嘛代表市长出席，向着春冈市政知事来致意，并且祝贺活动圆满成功。会选伫林百会，主要是百会创办人林芳一，嘛是山口县出身，希望透过安尼交流，深化两地友谊，增加双方互相的观光甲交流。这次也特别在林百货办理了一个山口县的物产展。那因为林百货的创始人林芳一先生也是山口县的人哦，那所以跟山口县有非常大的一个关联性。那这一次这个山口县特别在林百货的5楼办理了一个物产馆，展售这个山口县非常丰富特殊的这些农渔产的产品，所以也受到我们台南市市民还有很多观光客大家的一个欢迎，所以场面非常非常的热闹。那台南市跟山口县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物产的一个交流，促进2个城市之间更强的一个友谊。那也欢迎更多的山口县的朋友来到台南市，那也欢迎我们台南市的朋友们可以到山口县去做一些观光交流。那林百货其实就是2个城市非常好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景点。那欢迎大家透过林百货了解2个城市不同的历史跟文化。活动中，并且邀请乐天女孩的舞台表演，将活动炒热气氛，现场客满人潮。离山口县知事春冈市政伫地书时，嘛以简单的台语，甲民众来问好，并且讲到甲市长见面时，市长嘛真热情来交代7种无共品种的山影，互伊非常的欢喜。大家好，大家好，吃饱未？吃饱未？吃饱了。怎么样？吃饱。山口県、この山口県から来ました山口県知事の村岡です。你好，我是来自于这本的山口县的，我是这个山口县的知事。昨日ですね、山口県と台南市が友好協定を結びました。其实昨天呢，是我们跟山口县跟我们的台南市是缔结我们的友好关系的一个这个 MOU。昨日は市長さんから7種類のマンゴーを食べさせてもらって、そして今日。昨天晚上呢，即使来到台南，我们的那个王市长呢，是要提供给我们说7种的芒果哦，就是非常的好吃，好不好吃？好吃。活动中除了介绍山口县的观光旅游景点，现场还佫提供有奖征答，以及山口县在地的酒、果汁、甲果汁等农特产，提供民众免费来品尝，以及山口县自由行的咨询服务。加旅游资讯提供民众免费索取，活动热情又个精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流行服装嘅下家具甲德国健康的品牌举办盛大造秀，会中嘛邀请艺人李佩珍推荐，并搭配 model 发表今年春夏3大品牌，提供予消费者来对流行。model 穿着一领一领，运用大量花草、海洋等元素，还佫有以动植物甲水墨为基底居家服，非常的水。这拢是今年春夏天的上新款。台湾好新妇李佩珍也亲身推荐这个品牌。讲了一句话，就是天天用的东西一定要用最好。没错，你天天在穿，你天天在用，就是要用最好的。所以这是我的真心推荐，也是真心话。疫情互居家上班上课成为常态，因此在地消费者会挑选兼具舒适感甲时尚感的居家服。在这2冬，居家服的销量是非常的好，因此该品牌以旅行为主题。
例，互居家户也会当穿出门，同时结合德国健康鞋仔品牌，互大家出外时阵减轻脚步的负担。我认为经过疫情之后，大家对家庭的生活可能有更加的重视。那我们公司一直以来以家庭健康为主轴的一个观念来引进这些品牌。我们这3个品牌，它主打的都是健康生活。那我们的客群呢，大部分都是以家庭为主。那像我们这次的活动办在星光3月的西门店，因为台南西门店呢也是属于家庭课程非常多的一个百货，所以呢这3个品牌呢，其实在这边的话呢，我们除了健康，然后卫生、亲肤。现代人讲究舒适、便利、加上生活仪式感以及品味的追求，互这款多功能用途的居家护鞋甲鞋仔，互消费者青睐，带动一波再经济。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相信大家对着多年前伫顽皮世界被训练穿衫、骑车顶表演的高龙印象深刻。不过现在动物园为因打造了自然的环境，或者猴子森林，并正式伫7月16号日出，甲游客见面。解开项圈后，朱尾猴情绪激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等等就要理刑处的原因。只见领头的朱尾猴在确定安全后，接着就坐在廊道间吃着保育员特别为他们准备的礼厨美食，感觉十分享受。园方特别打造出这个符合猴子自然栖地环境的廊道与树屋，希望能让朱尾猴更开心地在园区内生活。这个猴子森林它最大的特色，其实就是我们为了符合猴子整个在栖地的行为，所以呢建造了一个空中廊道，还有他们的在树上的树屋。同时呢，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网木呢，它其实是非常柔软的材质，因此呢，猴子在上面它可以呈现整个在栖地的自然行为，也可以在树间自然的采食。园方打造类似自然栖地环境，让动物们更自在地在园区内移动，也让游客近距离观察朱尾猴的生活习性。他们设计的这个也很不错，就是刚好可以让游客很近距离的看，但是它又不会危险。对，然后整个园区也都规划得很干净、很棒，比较可以近距离的看，了解他们的习性，然后也可以知道动物的一些知识。顽皮世界近年不断提升动物福利，不止倍增保育员照护动物，同时新建动物医院与厨房，提升动物展演形式，强化保育教育功能，持续汰换老旧设备，改善动物环境等。未来也将持续实践做动物的守护者这个目标。记者张寿维，台南报道。天气炎热，嘛减少民众出门观会意愿，所以土地公庙甲台南观会中心16号合办观会活动，准备礼券、平安米等礼品来鼓励民众踊跃观会。同时，庙方嘛加码上文创小物，甲观会民众结缘。近来受到气候无稳定以及夏天烧热天气影响，民众出门观会意愿降低，观会人数比往常减少1-2成左右。加上现在阁是咧放暑假，观会主日1日的学生族群嘛减少真侪，因此伫暑假期间会议的募集更是无容易。庭园境顶土地公庙16号就甲台南观会中心合办观会活动，希望发挥信仰的力量，号召更多民众来观会。即摆时站啊，你啊真欠火啊，你啊，所以阮庙方号召，看下当一寡人给多一些人来捐血。咱是不是还有提供一些那个文创品系民众啊？我们庙方有提供一些文创跟一些那个礼券给那个捐血者，看能不能号召多一些人来。那今天我们目标大概希望能募得多少捐血？能捐得500袋的血。特别是主办单位庭园境顶土地公庙，除了准备礼券以及平安米，要来送给观会民众。进前法院帮庙方制作除秽转运香包张宇杰小姐，这次也特别制作了40份的结缘文创品，予前30名捐500cc，以及前10名捐250cc的观会民众到庙来索取，过路求平安。记者张锡维采访报道。
台湾第一座水库虎头埤将伫今年暑假来试办用途的活动，市府观光旅局特别开记者会来宣传。该活动将伫8月13号举行，欢迎民众组队报名。每一队限5个到8个，18号中昼开放报名，限量只有150组。虎头埤是台湾第一座的水库，嘛是台南的后花园，有小日月潭的称号。因为议会登记会期间有议员李伟智提议，既然日月潭有用途的计划，虎头埤伫个暑假期间是毋是嘛用举办用途？因此市长黄伟泰嘛从善如流，认为活动袂歹，选择暑假期间第一次来试办。他说在永渡日月潭，我想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永渡呢？那刚好我们李议员也提到了哈，那我觉得其实这是非常好的 idea， 我们马上从善如流，而且即知即行，见即履及。那我们就在今年的夏天就开规划永渡虎头埤。不过任何的水上活动首重安全，我们也特别强化了安全的措施。那以一个最高的安全标准，来让喜欢水上活动、喜欢游泳的好朋友都能够有机会，能够在台湾的第一个水库第一次举办的永渡活动来参加，所以这个参加的证明这是非常弥足珍贵的，希望大家一起来。我们现场只有100组，外加50，这总共150组的机会，希望大家成为虎头埤历史的第一人，那欢迎大家来报名。市府观光旅游局表示，这届永渡活动是台南第一届的办理，为了慎重，今年采取试办的方式。永渡的距离规划往返1500公尺的中距离长途，活动以团体报名，每组大约5至8个人，原先规划100组，后来市长加码到150组。报名时间对7月18中昼12点到7月31下午5点。有兴趣的民众会用上台南的旅游网，或者是虎头埤风景区的官网来查询。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台湾推动毒品减害引进美沙酮替代疗法，到达已经第17档。市府卫生局日前办理解毒药引的成果发表，一方面感谢医疗机构的付出，同时嘛鼓励成功戒掉毒瘾的朋友会当回归正常社会。伫个圣光高中热舞社青春有氧精彩的开场表演，甲医生做伙陪伴用爱来戒瘾的影片分享。一方面鼓励青少年培育正常的休闲娱乐，另外嘛千万唔当染上毒品的危害。台湾推广毒品减害，对民国95年引进美沙酮的替代疗法。目前全市总共有13间指定药引戒治机构，甲8间卫生戒药店的合作，希望会用协助药瘾者用戒毒毒瘾，回归社会。我在20岁的时候接触到安非他命，之后因为自己好奇心下，又与朋友一同染上了海洛因。染上了海洛因之后，根本就没有心工作，生活是一团乱。在得知有美沙酮戒治疗法的时候，也因为在卫生局与奇美医院的帮助下，我顺利的参加美沙酮戒瘾治疗，让我现在可以正常的工作了。用爱不能发电，但用爱可以戒瘾。好，所以我们希望用这样的一个关怀取代一个法律的惩戒。好，当然每个使用毒品的人都有他自己应该负的法律责任。好，但现在在法律上的规定有一些要件，事实上是可以这个用很多替代的方式，能够来让它一方面不成为一个这个沉沦下去的人口，而可以成为一个可以对社会上有帮助、对家庭有贡献，而且对自己人生负责的人。台南市对今年度累积到5月份，总共有935人持续接受替代疗法。
市府为了补助药引者的医疗介治的费用，特别编了1000万的预算。一方面减轻药引者经济的负担，另外嘛持续增加因对治疗的意愿。根据统计，台南市药引的治疗，只要稳定接受美沙酮替代疗法超过2档，伊的就业率就会用达到62.9%。另外，伫个服药出席率好的药引者，伊的毒品再犯的几率嘛降低到5%，表示医疗介治的成效良好。现场市府当时还佮颁奖表扬13间指定药引的介治机构，甲8间卫生专业的陪伴。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收看7月17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